領先航空標準，半固態奶媽 I go， 仲喺度揾緊第3次認證奶媽？都知全球航空標準係咁變，日本全日空2025年7月份開始，奶媽仲要全程可目視，無非要安全，要換實定要換新一代安全標準，究竟有幾安全？今日 Benny 現狀幫大家暴力測試，嚟個勁嘅穿釘實叉，直接突穿佢，穿成咁都冇事，安全感爆棚，舊式奶媽絕對頂唔住。跌落實測2米高，直接鬆手，表面少少花，但內核穩定。再嚟揸車鏟佢，冇漏液，冇鼓起，照樣衝得。安全性超 surprise， 用10年8年都冇問題。25瓦無線快充，半個鐘充咁多電，有線可以去到35瓦 ，total 10000毫安。3C 基本最新要求 QR code 齊晒，日式簡約設計，自帶線不特止，仲可以當支架。Benny 唔準大話用咗咁多奶媽 ，I go 自聲大奶媽真係絕。